咁啊，第一位啊劉太係嘛？係啊係啊。請講。我話咧，若果今次六四嗰陣時，若果中國唔出手咧，成個中國都冧晒，因為美國插手落去嘅，因為佢干涉，即係其實佢驚中國好咗咧，佢干涉又想整冧中國，然後家下次都係啦，成日去用呢度軍事好，用嗰度軍事好嚟對付中國。我中國冇對世界唔住，冇對美國住唔住，冇要過美國一分一寸都冇對世界一分一寸都地對世界有利無害中國，咁你點解美國成日咁對付中國啫？你話係咪啊？好多謝阿劉太嘅意見。係啦，如果係咁講嘅話咧，就太睇小中國人啦。係啊，千祈唔好乜事咧就賴美國。係啊，我就諗起咧，同大家分享一個政治笑話，就話打伊拉克就因為美國想要石油，打烏克就因為想要雪茄，係打呢個阿富汗咧咁啊想要呢個小山羊，搞咗。咁啊打中國咧係想入黨。哦，啊，哦，好聽。